弟兄姐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开心，今天我们有一群年轻人来到我们当中，透过他们的诗歌，透过他们对上帝的赞美，一起来跟我们敬拜。因为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，让我们也透过上帝话语，再一次来更新改变我们，也透过我们今早的礼拜，让我们再一次可以跟我们主更加的亲近。我们在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求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在今早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一起来敬拜赞美你。主啊，让我们透过你话语的大能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其中的奥秘，也让我们知道你圣经当中话语一切都是指向你，就是那个拯救我们的那位神。求你透过圣经话语的奥秘，也再次让我们看见你的美好，看见你的信实，也看见你其中的恩典。求你在这个时候来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专注，让我们倾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新的认识，有新的看见。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今天牧师要来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分享，过去有在这个讲道当中，牧师有一个系列，就是在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礼拜的这个系列，然后一起来让我们重新思考，我们每一周来主日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一同参与，我们可以经验到什么事情，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事情，也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的同在。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帝话语的大能。过去几次牧师有分享我们为什么礼拜，我们礼拜的程序，我们在礼拜中的祷告，我们在礼拜当中的敬拜赞美，让我们都发觉，不管在礼拜的任何环节当中，任何的程序当中，都有上帝大能的同在，都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。今天牧师要特别来讲到，在礼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，就是上帝的话语。之前牧师曾经分享过，在我们的整场礼拜，如果你看我们的周报，你就会发觉我们的周报把我们的礼拜程序分成了3个部分。你看我们的周报那个封底那个，就是我们的礼拜程序。我们的礼拜有分3个程序，就是我们会看到是静候上帝的话、恭受上帝的话，以及我们应答上帝的话。不管在哪一个程序当中，你都发觉它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一场的礼拜当中，或你说在一场的敬拜当中，最中心的是来自于上帝的话语给我们的启示，以及上帝的话语所带给我们的能力。所以不论我们前面刚才敬拜赞美，我们在祷告，诗班带领我们一起赞美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等下奉献，我们听教会的报告，我们唱回应的诗歌，那都是上帝的话语要提醒我们，要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你在一场礼拜当中，你可能在某一个环节，你可能在某一个程序当中，你就突然发觉，上帝透过这个人，上帝透过这首诗歌，上帝透过某一个程序，让我听见他的话语，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他话语带下来的能力。所以我们说，一场礼拜的中心就是上帝的话。一场礼拜的中心就是上帝的话语。在宗教改革的那个年代，当时的罗马天主教，相当的腐败，所有的宗教的权力都掌握在一些人的身上，多数都在这个教宗手上，或者是比较核心的这些主教身上。他们可以有非常大的权力，甚至他们订定了很多不一样的规定。比如我们最常听到就是他们有赎罪券，你必须要买赎罪券才可以赎罪，你才有办法去赦免自己的过犯。所以在当时的信徒，他们有非常大的想要突破、想要改变的一个心智，因为他们发觉他们所相信的不再是他们所相信的，他们发觉他们所相信的好像只剩下宗教而已。于是当时宗教改革时代有很多人站出来，他们想要来改变，其中最出名的是马丁路德。
他在当时提出了有5个唯独的原则，其中一个他是有5个，第一个他是说唯独圣经，第二件事情他说是唯独信心，第二件事情他说是唯独恩典，第4点他说是唯独耶稣基督，最后一个他说是唯独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他发觉只有这一些才是这个信仰真实的核心。回到圣经的根本，回到我们对神的信靠，对他的信心，回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回到耶稣基督的作为，更重要看到上帝的荣耀在其中。其中唯独圣经也表示了说，圣经是信仰当中最高的权威，不是人说了算，不是人加了什么那个是权威，不是因为某一个很有名很有名望的人，或是一个非常有出名的人他说了什么那个才是标准，而是圣经它就是标准，圣经它就是最高的那个权威。而特别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加尔文跟我们长老教会很有关系的加尔文，他特别主张一件事情，就是礼拜的中心就是要传扬上帝的话语，让人透过礼拜，透过来敬拜，可以明白上帝的教训。他还说，一间真正的教会就是不断以上帝的话语做改革的教会。他说，一间真的教会是要不断与上帝的话语做改革的教会。盼望我们的教会也如同这个加尔文所说，我们是真的是被上帝的话语改革的教会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也是被上帝的话语所改变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一个礼拜当中，在一场的礼拜，在一场的聚会，一场敬拜当中，最重要的仍然是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不论是在我们主日的时候，你参加小组的聚会，你参加祷告会，你参加任何一场敬拜的时候，任何一场聚集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是上帝的话语就在那个当中，上帝的话语就在那个当中来彰显。所以在罗马书第10章17节，他这么说：“他说可见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”刚刚的诗歌说到，所有的预言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。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一定是有人跟你讲，或者是你从某些地方听到、看到。而当你相信的时候，有人跟你讲，或你看到，或你去体验到，但要更清楚知道，你所听的、你所看的、你所体验到的，那一切是从耶稣基督而来，是从源头而来。所以今天牧师要透过这个系列分享上帝的话语大能。牧师等一下也要用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，我们读到一个人叫以斯拉，他做了3件事情，在他面对上帝话语的时候，他有非常专注做3件事情。我们也用这个以斯拉他的这样的一个对圣经上帝话语的渴慕态度，我们一起学习，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，也成为我们教会可以一起学习的一个榜样。我们来再一次看刚刚的经文，以斯拉他一生专心研究，而且遵行上帝的法律，又把一切法律条例教导以色列人民。我特别用黄色的字标起来，大家看到这4个字，他写一生专心。你看到以斯拉这个人，他是怎么样？一生专心。他没有说啊，我40岁专心，50岁专心，或我60岁专心，这样就好。经文是描写他一生，而且是专心、专一、不变。你看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研究、考究，和合本写考究，这个他说实行，或者写遵行，而且他教导别人。他的教导，如果有机会去看以斯拉，他的教导也不是只有单纯就是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怎么做，他是以身作则去教导，用他生命的态度，用他生命的方式，让人看到上帝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能力。所以牧师今天要透过以斯拉所做的，在这个上帝话语这么钻研的3件事情，研究、实行、教导，我们一同来学习。而这个以斯拉他当时所在的那个年代，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，又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，
他们很需要，除了他们盖圣殿之外，更重要，他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语在他们当中。因为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国家没了，他们被掳到遥远的地方，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他们虽然有上帝的话语，但是他们却没有遵行，他们却没有听见。虽然在过去那个生命记的那个年代说叫他们要系在颈项上，要刻在心版，但是那是那个时代的人，一代一代过去之后，后面好像就忘记了，甚至觉得不重要，那是之前的人的事情，以至于到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，圣经那个时代以色列人，他们忘了，所以以斯拉回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帮助他们回到上帝话语当中。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回家，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已经经历到上帝话语的大能。过去差派很多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，70年之后你们要回去，上帝之后会给你们一个很棒的应许。其实上帝过去就在彰显他们的大能，只是当下他们可能不知道，但现在那一代的人经历到了。但以斯拉要再次兼顾他们，以斯拉要再次的兼顾他们，让他们真的知道，这不是说假的，这不是你阿公阿嬷的，不是你爸爸妈妈的，是你自己的。所以，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，是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。以斯拉回来，他招聚了以色列的百姓，在记载在尼希米记的第8章，他招聚了以色列的百姓。经文这么写，他把那些可以听明白的男女会众都带到水门宽阔之处，在那个地方，他从中午一直讲，讲了6个小时。讲6个小时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牧师在那边讲6个小时，他应该也受不了，对不对？不要讲6个小时，1个小时可能就受不了了。牧师自己也可能不行，1个小时就烧香。以斯拉在讲6个小时，但你看这些人怎么样？你看这些经文怎么描写？他说，这些人听了这一些律法书，侧耳而听。他们听到上帝的话的态度是侧耳而听。经文继续描写。以斯拉在众民之上展开这本圣经，展开上帝的话语，众民就站立起来。为什么他们站立？因为他们高声的称赞说：“阿们，阿们。”听见了，这是上帝给他们的，听见这是非常荣耀的声音。后面的经文继续描写，这边没有写到，这些人听见第一个反应，感动的哭了。这些人听见上帝的话语是感动的哭了。以斯拉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喜乐的回家。”你们喜乐的回家，把你们的感动，把你们所听见的分享给你们身旁的人。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代，在极度缺乏上帝话语的年代，他们用听的，不像我们现在可以看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手机有 APP 可以滑，很方便。那时代只能用听的，但他们非常珍惜可以听的机会，他们非常珍惜可以亲近上帝话语的机会，非常的渴慕的心。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对上帝的话有这样的渴慕，经历到上帝话语当中的奇妙。所以第一个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也透过以斯拉的生命，第一件事情，他是一生专心研究。所以第一个，牧师要让一起来思考是，当我们要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，就是我们也要专心研究上帝的话语。我们要专心研究上帝的话语。刚刚我们所读的第2段的经文，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5到16节，前面还有一段经文，牧师忘记放到里面。前面那段经文是说，这是你从小就认识的。保罗写给提摩太，跟他说，这是你从小就认识的，就是可以给你智慧，指引你借着信耶稣基督而获得拯救的那本书。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所写的，对于教导真理、指责谬误、纠正过错、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。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这是你从小认识的。可能会有弟兄姐妹说啊，我不是从小就在教会啊，我不是一出生我就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，我没有从小认识。但牧师要说的那个从小认识，是在你真实经历到这个信仰，真实在上帝话语当中开始阅读、开始扎根的时候，那是你的从小，那是你属灵生命的开始。所以，当你开始经历到上帝的话语，这不在乎你现在几岁，不在乎你现在10岁、你现在60岁、70岁，
而在乎你开始的那个时候，你有没有发觉他是一个给你智慧的？还是你觉得他是给你知识而已？就觉得哇，这是一个历史百科，记载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，很多比喻故事，很多民俗风情。你有没有发觉他是给你智慧的？你有没有发觉他真的是让你拯救的？你有没有发觉他是真的教导你真理的？你有没有发觉他是指导你人生道路的？我每一次有机会可以到上帝话语面前，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？所以牧师有3个跟透过这个提摩太前书当中，我们一起学习可以怎么样来研究考究我们的圣经。第一个，当我们考究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着智慧，认识救恩。当我们认真考究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发掘其中的智慧，认识救恩。圣经虽然是一本书，但是它不是我们在世上我们所看到一般的书籍。一般的书籍给我们知识，一般的书籍给我们知识，甚至你可以说，一般的书籍确实，你看外面有很多所谓的心灵成长的书籍。你看外面现在其实有很多所谓的心灵课程，但是牧师要讲的是，很多只让我们得着知识，让我们知道可以怎么做，但是却不能拯救我们的生命。说认真，我们有知识，我们有学问，很多时候是为了要拯救自己。有时候我们有学问、有知识、有知识，很多时候是为了要拯救自己，因为让自己可以看起来好一点，让自己可以比较博学多闻一点，让自己看起来不会输别人一点，让自己不会在这个社会的价值当中看起来好像输人一等。但是圣经不是告诉你知识而已，我说它不是百科全书。虽然当中确实有很多记载以色列当时的一些风俗，有很多的很多我们可以看见的，但它不只是知识，它是带给生命的智慧，也让你知道人不是靠着我自己拯救我，没有人可以拯救自己，没有人可以拯救任何人，靠着知识，靠着学问，没有人可以拯救任何人。而是得着真的智慧，认识这位拯救我们的神。所以为什么考究圣经，在其中发现真实的智慧？第二件事情，为什么我们要考究圣经？让我们有真理的教导，调整眼光。当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，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，也不论我们过去读什么学校，或者你现在什么样的工作的场合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仍然在这个社会的价值，在这个的文化价值当中，不断的被塑造。我们在这个文化就不断的被塑造，以至于我们可能忘记了什么才是上帝话语的能力。我们很多时候是别人话语的能力。我们很多是世界话语的能力。你必须要做些什么，这个世界才爱你；你必须做些更好，我才爱你；你必须要做的更多，我才爱你。在这个世界，你要爬到高人一等，这才是世界的真理。你必须要把其他人打败，你才是最棒的；你必须成绩考到最优异，才是最好的。但圣经的话语从来没有这么教导。你会发觉，我们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虽然阅读上帝的话语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被世界的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。我觉得我是个基督徒，但我觉得我还不够好。我觉得我是基督徒，我觉得我很不配。我觉得我是基督徒，但我觉得神不够爱我。不要忘记，神的爱是完全的，在你还没出生前，他就拣选你。回过头来讲，圣经帮助我们找到真理，调整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眼光，帮助我们调整对自己的眼光，调整我们对于怎么看待这位爱我们的神的眼光。第二件事情，这个圣经也帮助我们为什么要研究？为什么要查考？它帮助我们指引人生的道路，让我们可以行在正确上帝所喜悦的方向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要读经，每一次要查考话语，亲近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做一个祷告。
我们可以跟上帝求2个祷告。第一个，神啊，求你让我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你来指教我。第二个祷告，你可以跟神说：神啊，求你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求你来引导我。让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得到智慧，让上帝的话语真的引导我们走在正路当中。你知道，当人习惯走在黑暗当中，当人习惯走在避而不听，或者是习惯不接收外界的时候，很容易就完全都照自己的想法、照自己的心意在走，因为他看不见，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他真的应该要去的。有一个故事这样，有一个盲人，有一天他去一个好朋友家去做客，他的主人很盛情款待，然后他们就从中午然后一路吃饭聊天到很晚的时候，于是很晚要结束了，这个主人他就拿了一只手电筒给那个盲人说：“你回家手电筒拿着。”啊，盲人就很那个盲人就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你明知道我看不到，为什么要给我手电筒？”那主人就跟他说：“我给你手电筒，是要让别人可以看到你，让你拿着这个光的时候可以被保护。”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像这个看不见的人一样，我们觉得啊没关系啊，我有时候看不见自己的黑暗，觉得外面的声音、外面的教导，甚至是真理的教导，我们都不屑一顾，甚至觉得与我何干。但是，当我们认真考究的时候，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走。不论你快走，不论你慢走，你终究会到最后的那一站。最怕的是什么？最怕是你不走，最怕是你不往前走啊。所以，在黑暗当中要往前走，非常重要的就是需要灯光。我在跟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跟师母我们2个人去冰岛蜜月旅行，然后我们自驾，我们就去冰岛绕一圈。然后有一天，因为那个时候冰岛的时间就是它很早就天黑了，所以那个冰岛路上也没什么路灯，因为那个幅员很宽阔，然后路上也没有什么人，因为那个国家是绵羊比人还要多的国家。所以那个路很宽阔，然后又下着那时候刚好冬天下着雪，人生地不熟啊，然后越开一整条路几乎都没有人，然后那个路很打滑，你知道吗？就很紧张，然后师母在旁边一路都在祷告，啊，就很紧张啊。那下着雪，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路怎么非常的黑，但是我后来发觉哇，在那个黑的当中，我唯一可以跟着的是我前面小小的路灯，小小的车灯而已。其实那个车灯也没有办法照很远啊，因为下着雪，地又很滑。但是我唯一可以走的，就是跟着那个小小的车灯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暗夜当中开了几个小时，到了我们要到的那个城镇。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，你踏出去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那个光没有很亮啊。我那个好像不是马上就通透，就知道哇要怎么办。但是那是一步一步走的，如同上帝的话语一样。有时候你读圣经觉得没有亮光啊，没有什么感动啊，但有时候是你一步一步的亲近。我放这个图是，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以色列人，我们时常看到耶稣的比喻说要拿那个灯油，对不对？或是要拿灯要放在那个灯台上。右边那个图是他们以色列的油灯啊，就是油灯啊，要点那个油灯。左边这个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晚上出门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个灯绑在他们的脚上。所以当你看到诗篇119篇第105节，他说：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”以色列他们真的把一个小灯就绑在他们的脚前，所以那个灯没有很亮，但是走一步的时候就有一点亮，走一步的时候有一点亮。他发觉走的每一步是踏实的，因为有那个光在。虽然那个不是很大，但是却在那个小小的光当中，在黑暗当中得以照亮，发挥它最大的功效。
19世纪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布道家，也是一个非常的出名的讲道家。他对于这段的经文，对于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他有一个很棒的诠释。他说：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。”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，而且常常被呼召进入黑暗之地。让我们不要在没有真理的亮光当中凭己意冒险，以致失足。每个人都应该自己熟练并习惯使用上帝的话语，然后可以看见道路，体验故中之味。当黑暗围绕在我们周围时候，上帝的话语就像燃烧的火炬般，显明我前方的道路。哇，我们被呼召到一个什么黑暗的地方？其实我们确实，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没有一帆风顺啊，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头痛的事情，很多困难的事情啊。有时候真的好像是被那个黑暗围绕住了。但是这个讲道者非常棒的一个讲道者，他这么说，他说：当我们熟练习惯使用，就可以看到那个道路，小小的火，小小的光，却变成燃烧的火炬，显明在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考究，甚至在阅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纵使你只是觉得小小的光，但终有一天，在黑暗当中，它会成为燃烧的火炬，它会成为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帮助。第二件事情，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，如何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，就是让我们专心遵守上帝的话语，不仅是查考而已。我们也专心遵守上帝的话语。在约书亚记第1章的第8节，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继续进到迦南地，当时他非常重要的老师，以色列非常重要的领袖摩西离开他们了，他很害怕、很紧张。上帝除了告诉他刚强壮胆之外，神也这样告诉他，他说：“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”我特别把4个字用红字标起来，他写不可离开。以斯拉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他是一生专心。上帝交代约书亚是不可离开，不可离开什么？上帝的话不可离开什么？不可离开他的嘴，不可离开他的心思意念、昼夜思想，也不可离开他所做的一切事情。所以第一个，透过这段经文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如何可以专心遵守呢？就是心口不离上帝的话。就是要心口不离上帝的话。刚上帝透过他的口告诉约书亚非常清楚，不可离开你的口。上帝在提醒约书亚一件事情：虽然活在世界当中，虽然活在那些百姓当中，活在那些时常会跟他抱怨、时常会埋怨、时常可能会讲一些不好听话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中，但上帝仍然告诉他，要让上帝的话不离开你的口。让上帝的话不离开你的心，好使你生命当中所回应出去的，不是用人的血气，你所回应出去的，不是用你自己的意念。很多时候，为什么我们遇到一些困难、一些挑战没办法解决？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话在解决，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解决，用我们自己的魂在解决。我们忘记要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，放在我们的口当中啊！所以。上帝也提醒约书亚什么？他说要昼夜思想，要昼夜思想。如同诗篇第1篇也这么说：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每天很多事情繁忙，我每天事情其实很多事情繁忙。特别当事情。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让你觉得会生气的事情，挑战你的事情，常常那个出来的话，不会思想到上帝的话语。常常那个出来不是思想到上帝的话语，是思想我要怎么对付这个人，思想是我要怎么对付这件事情，
思想是我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，而不是思想到上帝的话语就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刚说回到诗篇第，他说昼夜思想的人有福，如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。你知道一棵树在溪水旁很重要，结果子，但重要是它的根有栽下去啊。如果一棵树在溪水旁，但它根没有下去，也不会结果啊。我们的根刚回到一开始，上帝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，根有没有栽下去？如果昼夜思想，就代表那个上帝的话的根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当中的第一个部分。再来，他也告诉约书亚要谨守，而且要信靠上帝的话。一样，当你昼夜思想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想法，你会有一个新的意念进来。我所信靠的是上帝的话，我所信靠的不是人的话，我所信靠的不是我的血气，我所信靠的不是谁的言语，是上帝的话。所以我们必须里面要不断被充满啊。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新约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毕士大池的故事。那个毕士大池在那个地方，有许多人在那边等着要被他们的病得到医治。那个毕士大池就是当天使到那个毕士大搅动泉水的时候，第一个下到那个泉水里面，他就可以得医治。所以新约有这个故事啊，新约有一个这个故事。那有人用了这个故事说了另外一个比喻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上帝一样派一个天使 ，OK， 要到那个毕士大池去。派那个天使说：“你今天一样，你今天去那个毕士大池去搅动那个池水，然后好可以让人进去得到医治。”天使就说：“好，没有问题。”他就去了。但他去了回来之后，上帝就问这个天使说：“今天怎么没有人得医治？你不是去搅动那个泉水吗？怎么没有人得医治？”天使回答上帝说什么？今天我去毕士大池，我发觉里面没有水，我没有办法搅动。有时候我们觉得，我很专心啊，我都读圣经啊，我都很专心读但我怎么好像没有觉得上帝的话对我说话？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有真把上帝的话放那里，没有真的感受到，没有感动到。很多时候是我们里面没有预备好。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真的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就像刚刚那个比喻的故事说毕士大池没有水啊，上帝派天使也没办法搅动啊。所以，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存在我们里面？当上帝真的要来搅动我们的生命，翻转我们的生命，用上帝话语的大能改变我们的时候，得以被翻转啊。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感动啊，觉得没有什么事，我们没有准备好，我们没有准备好。甚至我们没有很专心谨守在这件事情当中，所以约翰一书2章3节，他说：“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我们才真的知道认识他。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我们才真实的知道我们是认识他的，知道他的旨意，知道他的心意，知道我们怎么样活出他喜悦的样式。”所以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经历上帝话语的大能。前面以斯拉他说教导以色列百姓。但牧师刚一开始有说到，教导不是单纯只有口头的教导，说你得按那者，你得按那者，你就要这么做，圣经就这么说，你就要这么做。那个是宗教，那是耶稣那个时代在说的法利赛人，就是你一定要这么做，你才得救，你要这么做，你才可以得到帮助。更重要的不是只有说，而是活出上帝的大能，活出上帝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的改变。雅各书1章23到24节，他说：“那听到而不去实行的，正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面目，端详了一会，然后走开，立刻忘了自己的长相。听而没有实行，好像一个人在照镜子，过了一会，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了。”我们每天应该都会照镜子，对不对？就早上你要刷牙、洗脸、照镜，出门可能会照个镜子。也会照个镜子哦，像我如果要特别来教会，一定会照镜子哦。但我师母每次都跟我说，好，不要再照了，已经很帅了啊。那对我知道，谢谢哈。但我的意思说，我们照镜子一定是要把自己打理好嘛，把自己打理好。
你不可能照镜子发觉哇衣服歪歪的，那就好了出门哦。照镜子有范例哦，哇这今天新的装饰哦，然后就出门了。不会嘛？你会整理干净嘛？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照那个镜子，什么是这个镜子？上帝的话如同一面镜子，能照映出我们的本性，让我们有改变的机会。如同我刚刚说，你照镜子觉得衣服不整齐，你可以选择弄整齐，你可以选择这是新造型哦，也没关系，就出门了。那是一个让我们跟上帝话语面对面可以改变的机会。但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们常以为自己了解很多了，却忘记没有真实的经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常常觉得我懂很多了，我知道很多了，我就知道就是这样，但却没有真的把这样的话语、这样的生命当中活出来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3章18节，保罗这么说：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到主的荣光，好像镜子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主的灵变成的。照镜子的目的，上帝的话如同一面镜子的目的，是让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荣光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更像神，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如同在主的灵所形成的，在圣灵的感动、圣灵的改变当中不断所形成的。所以，上帝的话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，让我们觉得心安就好了。有什么讲上帝的话就让我一个心安，上帝的话就让我保平安的，上帝的话好像是一个平安符。上帝的话不是只让我们心安，满足我们自己想要的，找我们想要的答案。很多人在圣经找答案，找自己想要的答案。看到不喜欢的就这不是上帝对我说，是对他说的。上帝的话是转化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可以满足神的心意，活出他的需要。上帝话语的大能是帮助我们可以满足上帝的心意，满足他的需要。而最重要的目的，就如同提摩太前书我们刚刚有读到的经文，要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，做各样的善事。要使侍奉上帝的人、服侍上帝、亲近上帝的人被装备起来，被重新修剪，重新被塑造，得到充分的准备，为神做美好的事，活出美好的样式。所以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礼拜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啊。牧师在这个系列第一讲，牧师就讲过，说不是这才来礼拜叫做礼拜，来这里叫做来敬拜，来这里才是敬拜赞美，来祷告。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敬拜。礼拜每次在主日礼拜也反映出我们的生活的样式。而刚刚前面也提到，礼拜的中心、敬拜中心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话。所以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活出上帝的话。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也让我们的生活活出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不是只有在这里主日礼拜叫做我听到上帝的话，不是只有在这里说我才经历到上帝话语的大能，而是在你每日的生活，在每一个时刻，你都真实的知道，哇，上帝的话何等的甘甜，上帝的话何等的美好，上帝的话何等的有能力，上帝的话何等的宝贵，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影响我，不断的塑造我，不断的改变更新我。所以最后牧师也要来工商服务一下，牧师就要工商服务一下。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其实很棒的一件事情，我们教会其实不断的用各种的事工，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邀请大家，鼓励大家一起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当中。那回到一开始那个加尔文说，他说真正的教会是在上帝话语里面扎根，也是不断改革的教会。我们就是一个改革的教会，我们是一个不断改变的教会。所以牧师邀请大家，不论我们教会其实好几年，我们都已经一直在推行，不论1年读经或2年读经，牧师鼓励大家一起参与。
或者是你有自己读经的计划也很好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不可离开上帝的话语，不可离开上帝的话语。有时候一个人读，你会觉得哇，就读一读就觉得就索然无味，就读一读觉得啊没触鼻。牧师鼓励你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读，你也可以找几个你有这样想要一起读经的一起来。像这个社青的基甸牧区，他们就一小群人，他们就创了一个群组，他们就每天互相提醒说啊，你今天有没有读经？然后你看到有人留说我今天读完了，没看到觉得啊我今天要努力，我今天要努力，就一起读。所以牧师鼓励大家。第一个，这是个很重要，个人跟上帝在平常你灵修的方式。第二件事情，牧师也鼓励大家可以背诵金句，把上帝的话真实放在你的心中。我们教会每一个月都会推行出一句金句，背诵的金句。我们一年有12句嘛，我们下个礼拜天我们也要颁奖，就是颁那个有去年背诵金句的哈，去年有读经抄写圣经的。牧师也鼓励他，你可以把圣经的话语就背诵在你的心中。让上帝的话真实充满在里面，你出来的是上帝的话。第二件事情，牧师也鼓励大家，如果有机会，你可以参与我们教会一直在推行手抄圣经的活动。我们这一堂比较没有松年团契的弟兄姐妹哦，那在第一等嘿兄弟团契哦，松年团契的弟兄姐妹，有些人我们拿抄几本呀，不止抄一本啊，抄几两本啊，抄很多本。当然抄很多本不是比赛啊，或者是拿什么奖励。而是他们在抄的过程，在抄的时候，你也再一次把上帝的话也抄在你的心当中啊，也在抄的过程当中默想上帝的话语。第四个，牧师也邀请，在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查经班，在我们的主日早上，我们就有华语的查经班，有英语的查经班，也有青少年的查经班。在上个礼拜开始，周间也礼拜2、礼拜3也开始有加拉太书的周间的查经班。所以牧师鼓励大家，我们教会提供非常多让我们可以跟上帝话语亲近的机会，让我们有很多可以跟上帝话语亲近的时刻。邀请大家，让我们都真的是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经历到他大能的同在，不是只有在主日才来这1、2个小时，然后听牧师讲道，然后就这样就觉得哇我听到啊，哇这礼拜我听到啊，而是在每天当中都可以不断的去经历，不断的晋升。敬拜就是你的生活，生活就是你的敬拜。上帝的话成为你生活的方式，你生活的方式就是活出上帝的话语。愿上帝赐福我们。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之后我们就来为几件事情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